人都是說我們什麼什麼，其實我們的菜貴的話，它成本它也高，所以說賣貴一點。看我們兩兄弟其實開出來呢，最大的一點就不是為了錢，很多人说我们價钱很高，合適的就過來做這樣子。其實做這個夜市剛開始做的時候很累的，有時候要陪客人喝到天亮。發揮我們當兵的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。其實很要緊啊，剛開始我們也兩兄弟都不賺什麼錢呢。8年前我們開8年的時候，都是自己喝，晚上都是一幫朋友啊在喝。能做到今天的話，也是兩兄弟付了多少，很多人也不懂。我痛風了，以前胃痛啊，什麼都經常有，就喝出來嘛。所以現在很感謝大家，哎呀，都說能過來做就 OK 了，真的錢不錢的已經太恐怖了，身體很要緊。